人生像一条好长的歌诶，有喜有乐，有感动有快乐。人生也像一本书，有思想有道理。人生更像蘑菇，一晒风采，酿出金色的大地，来睇暗香风华，感受一段的人生故事。欢迎收看《暗香风华》，我是李玲。26年前，沙溪发展扬州开始以后近来更多的人回到家乡，为自家沙溪呢做事情。今日我哋邀請到新埤鄉建工村呢鍾占雄總村長呢來同我哋分享建工村呢沙溪發展的成果。占雄村長，你好。你好。係，同大家問候一下。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新埤鄉建工村的鍾占雄。占雄村長，想喺請教我講，一開始做一個沙溪嘅工作，係因為做村長嘅關係咩？一個村長做到嘅，唔對咁樣嘅做，老人講嘅，書到用時方恨少。真是咧係啊！你睇頭擺冇做過村長相比是村長強下冇算做村長按對一下都睇報紙上就看到講人才培訓。人才培訓。咪都去報名。個課程都係同沙溪揚州有關係。我唔係講要同沙溪揚州有強下冇強下，我一下限對沙溪揚州我一時都唔知。都睇一啲。訓練嘅3日2夜，都睇更加嘅乜暴力，暴力也有啲以前平科大嘅林場，一啲都有啲高質量嘅戶外教室，喺環境改好，10歲都睇嘅。最黏嘅是有啲實習，有實習，實習有冇都有分組，分組有冇我一組都擺喺度慢慢。慢慢哦，嗰度捱到卡哩。慢慢唔卡，加要快些。慢慢摸嘢。呢啲係慢慢摸嘢。你講好，一個要冇好講，排一度慢慢，按對要嗌朋友好朋友，揾到成太。成太唔做先生，而到我呢指導老師佢講老師啊，我好朋友啦。你機會必須有我嘅機會可能冇夠少，我新埤建工你冇講書我都話唔是擺過你按佢擺，那下都擺得啦。人機會係嗰度，起碼講一擺機會就擺對我建工村。你自家總頭做嘛嗬？係啊。咪可以講加好啊，我廿幾個去嘛，加好。好嘅時就要冇好，只是試嘅時候都睇我狀況點做。當初要冇好，要3個細阿妹，做咩？仲太好嘅，都健家嘅東江鞋協會嘅總幹事，問題都太好，我是講說社會人士係充足都擺脫我狀況嘅時間要我對4個人，都討論，也都3個人，用嚟做也係做到村長呢3個細阿妹嚟講，村長間唔想做乜嘅冇，講係然後。咩唔對一樣嘅做都係唔對一樣嘅做，我掹嚟試試俾人哋學試俾人，見行見學嘅我家咩都講嘢講家你啦，村長要滿眼，你狀況最好嘅點，最有特色嘅點佢嚟，因為那唔買個特色，因為有咩唔使入面必須睇出入入面來都得切卡不卡，切卡不卡用嘅，來嘻，看唔出嘛嘅有特色咧，有特色啦，嘛咩唔出，我間你冇好嘅，間冇嘅咯，要冇嗌個唔冇嘅，買個最唔冇咯，我講後面都冇嗌到上嘅，入面用嘅，當初嗌你冇幾多年，冇攞到特色啦，啲咧都牛脯。天嘢都講更加清晰嗰啲，金山多抹嘅旅遊商業，唔可以碰釘面床就剝住台個最冇都廿呢，有兩點。咁朋友冇錢，我穿5點，穿埋穿嚟7、8點。唔好嘅上穿。好嘅冇穿到半點。咁我你搞到對冇嘅先嚟處理。
哦，你先处理哦，假如你天咧上班下吧，个也一样呀，哦，假如当然咯，天咧仲留守前这位嘛，我样前都很痛，哦，啊，你顺晒都等我伊咧杀鸡养臭，咧鬼包慢慢就整出来，都开始诶，哦，比如讲天咧出发点都仲留守种嘿，哦，唔好诶去改善，嘿，唔好改善，如安尼啊，安尼都慢慢诶开始会进来进好，系啊，啊，做啊做用嗰啲。我哎呀，嗰啲金山頭擺是用舊舊嘅，哎呀金山按發啦，哦，啊佢討論時講，哎呀，細阿妹呢，嗰有佢攞俾借啊，呀啲鬼好創作，鬼好掂嘅，係應用嘅素材咯，嚇應用嘅素材啊，用係咪韓式有冇？韓式時節我講阿媽媽，頭擺冇亞視，啊媽媽愛去飲茶，飲茶就食火煮飯啊。伊都用乜本機，用開我都坐下本機吼，都開多天，開多嘅金山都去，飲茶嘅，啊，古代時節有冇吼，茶壺馬呢，主要我都係偷去睇到嚟行，迄個時節坐本機，古代嘅時節要自家行，係啊，古代自家行啊，冇乜好坐嘅啊，係啊，你貼啊慢慢嘅，哎呀，睇到佢廿蚊金山一樣用青銅門呢。嗰個嘅樹林啊，樹林都係長木呢，啊阿媽都會後嘅樹拍，咁咪拍啦，腳木呢，4年呢腳嘅度時間咯，腳啊腳嘛要印雕啊，啊都以門咧雕樣嘅時間有冇吼？已經捧嘅，你也用嘅用啊，4年都會出差啦，哦，我印象都係嗰次嘛，啊都出差就用膠紙嘅，哦，哎呀膠紙頭擺眼嘅金山。種去好似種金山，誒飲茶喺講比看到有幾多葉嘅樹爬，然後佢發，哦，像可以飲跌下來嘅，也可以飲早爬，葉爬種唔得，但我種唔得技術嘅，種唔得獨爬。哦，啊，有細年嘅叫是純種喺金山都嘅，有糖多，哎呦，那隻有細年嘅山，你行多就看嘛，看到都看到阿媽，哦，佢飲茶嘅，哦，一時個好彩冇。好彩全部都走嘅啦。哦。阿媽就講：我叫下咪警察你會來哦。講警察你會來，報警而家講報警會來，要捉人嘅。哦。也係群眾唔怕，報警你來嘅時間俾伊捉掉，硬劍鬼樣嘅劍，見到個唔敢叫，車會飲過來，一擺兩擺幾擺啊，過後我飲票即係要好有味啊。哦。要愛聽。金山都誒，幾多東西？譬如我哋講嘅加西瓜，有得講加西瓜哦。盤溪番蓮啦，毛溪番蓮，毛溪番也學名學名係毛溪番蓮。毛溪番蓮，也熟嘅有冇？我吃些啲西瓜用，酸甜，阿媽都會怪我嘅，甚至於我可唔可以帶啲乾條圖嘅？寫喺度乾條圖嘅，主要都講雜嘅圖。哦，啊！伊去飲茶都怪我去做嘅鄉啊，我都會怪怪啊！啊，去咪作粗嘛，去那些後人哋過去嘛，都古怪怪東西佢多。哦，嗰時嘅金山地位，童年嘅回憶嗬。啊，都同金山結合嚟嘅。哦，都個下後，講日嘅沙琪洋所食起啊，我都未冇頭擺。哦，係唔係講我喺度規劃講啲頭擺嘅成分？啊，第一年嚟了。哦，有貨飲蟲，甚至講飲掉咯，嘿，啊還有飲唔嘅，後擺人講作唔嘅有冇？可以選叫作，嗱你唔咩啊？好多素顏都會有冇？有唔嘅好飲，有冇有唔嘅好飲？係有，那有愛嘅事情咯。有啲真係講都冇談過，我啱啱嘅事情我哋都讀過，有嘅呢，嗰度拍好嘅人，哦，白鷺鷥，係，而呢嗰台做到用死字。啊！然後我去到轉橋嘅，夾唔係嗰度用寫字，寫字係咪踢太面？唔係夾咪踢太面，寫字寫唔落，啊冇都用神得上槍，跌下來，跌落來，然後都要唔係好樣，就安尼啊，真正都養唔嘅，真正都養唔嘅，啊頭擺魚嘛嗬，冇變相，唔係處處面先嘅，甚至於細早因為入邊唔講要按嘅，哦，不是要按，要按啲錢。啊！有啲咁冇做公義嘅，喺度沙琪洋做得慢慢咧，起嚟又嗰度嗰錢嘅事情，嗰度規劃講，當然你喺度做咧，
清水公园。哦，讲了做咧公园，啊，事实无讲清水公园，无讲清水啦。啊，讲了也做公园。娘的，用的当嘛个娘。哦，嘛个娘。啊，这个也哎呀，有行对无？做到村长。啊，日本人送来做个沙崎理事长。哦，沙崎理事长。啊，你安尼可是理事长啊，做村长啊，做，就是该也由于沙崎养出公司古落的嘛。啊，针对个沙崎去处理。啊，既然即个又做到理事长。啊，按对安尼总干事，有退休的训导主任，甚至国中退休的训导主任，张金来张老师。啊，两人斗了多一担。讲嘢有冇落힘？落힘咩？讲到金山呢，就是要金山要咩清好起嘅了咩？伊也quite好，金山要退步下虎丘呢。好。都同家嘅张老师讲，俺用嚟行出第一步。免得跳白搞，不奇妙嘅事情。暗夜嘅。乜嘅啊？暗夜嘅。暗夜嘅。控土窑。哦，控土窑。頭擺暗夜，俺哋生意行寫都幾好暗夜嘅。暗夜咁冇安樣，俺哋都下幾百，殺幾多下幾百嘅啊！嗱，你幾百下出去，結果都得到5萬元。5萬元。呀，5萬元係暗夜嘅用嘅。觀眾朋友，5萬元控土窑，加一天改澎湃，一天也有改到故事好講。等下，我哋再過來。如果看到碉堡，碉呀，那碉堡是我也碉堡，我日本時代，要完全日本時代留落來嘅東西。呀個日本時代有冇對俺哋個金山都啊，做咗幾多事情？因為講咧，因為個金山都對俺嘅狀況。分享過來暗鄉風法，頭講到啊，5萬元控土窑，真澎湃。真澎湃啊！呀，5萬元那個5萬元啊，你一下當初頭腦幾單純啦，5萬元控土窑，那免個買番薯。搶面都要買番薯。係呀，5萬元買番薯一刀嘅。係呀，一刀咯。係呀，啊，其實有冇啦，啊，家有冇人討論結果有冇咧？番薯買一刀嘛，佢有刀嘛，佢啊，其實有冇？俺哋有討論5萬元唔係全部空啦，佢啱嘢㗎啦，有沙期都係，譬如講前 T 恤溜色嗰啲喎，發通牌係嘅，發通牌係嘅前 T 恤，甚至俺哋會買啲買家，甚至有冇種人多 T 恤，會搶貴數，去白隻，一到到錢，佢都跌咗啫，佢都冇賺冇錢啊，都係你啊，錯，哎呀，邊個退休時間有冇去要而啱嘢會？天大啊！撞咧要本來用舊嘅素菜，啊結果要冇頭辦是攀過人哋發圖。唔講攀咧係金山地帶。金山地帶，撞啊貴撞嘅嘢落去金山度。別咧用舊去金山要冇，要鹽要白奶嘅關係要冇，硬到千平嘅關。哎呀，佢啱嘢嗰時來來去去飲潮啦，做乜嘅巴聲。一塊個槍嘅。佢槍嘅所在，佢只是啲公園嘅面你走出來。有人哋講，哎呦呀！人哋啱又有咩啲好處啊？啊，本來用舊嘅，我搶耳劈嘅也唔是耳劈，搶本人難就難嘅劈，都啱嘅。佢是呢度，都係講國在喺打個遊戲嘅時候，佢都有啲乜嘅自公園、自公園，義工，人哋用啲太殺頭蛇，係點解行去嘅？係都一點佢是嘅，嗰種都要佢發出來，慢慢地擴大佢變咗啲自公園就出嚟咯。故就後來，唔等人對佢開始發展等咧清水公園，係咪？建做都建太啦。咁同埋哋講一下呀，清水公園同公園嗰度故事好講嘅，係咪？啊個清水公園，其實呢批有冇嗬？如果看到碉堡。碉堡。哎呀，那碉堡嗰陣，我有碉堡，我係講日本時代。要完全日本時代留落來嘅東西。哎呀，個日本時代有冇嗬？推眼嘅一個。金山都啊，做過幾多事情，因為講咧，
因为遐个金山多推爱状况的动片，也迄讲林边溪，林边溪的右岸的顺头，也还蛮薄，还无遐个地方，都讲讲叫讲薄啦，还无足薄的日本人来还蛮足薄的时间，必须太水了呀，如果想爱状况重，你重伊无爱状况必须要做水晒，日本人好如好样，伊推每日嘅状态上保护状况安全。啊，都种树诶，树林，嘿，佢就讲保安林，保护江总安全的树林，佢说那有个保安林的名字就是，日本时代的保安林。哎呀，保安林有种啊，水源涵养，水源的涵养，佢就讲日本时代的水源涵养保安林也是做出来。哎呀，个水源涵养保安，中国读书也系头摆人哋读书还系咩咯？有种树都含水讲，因为那种水源涵养个树根地都会含过多水，系咩啊的？也都反正你有幻想，我做个也有讲安，它叫三生一感。三生一感。嘿，一三生一感嘅树全部用高高嘅，搭太头。森林。嘿，啊头摆有冇吼？通不上调嘅啦，通不过多种。啊，其实当初我係咪個講咧？民用也好，都老人家太熱個講，哇！那邊有模型啦、馬嘅啦，我哋是小生條嘅，啊有絲嘅嘢，跟一出門都絲嘅，天不怕地，用高高。有稱嗬，有稱唔可以講。咩？一用嘅素材一多東西。哦。誒，就是講日本時佢碉堡，因為哦，你冇個絲係多年都麻麻。全部因為呢，啊有毛人哋唔知啊，但是人哋可以點咧，有毛冇看到，但是見面都睇到表嘅啊，甚至有一啲嘛果子狸，甚至於松鼠，會睇好多啊，哦，啊嗰種人哋見面唔會空手，不會空手而回，一定有嘅啦，哦，啊你入面呢大了種嘅公園地度嘅，哪邊有虎咧，哪邊有狗嘅，啊哪隻係有紅嘅，全部都公園度。那個清水公園地擺，嘿，我也環境實在又辣又好，嘿，啊都，佢說講讀書唔是都安尼啦，哦，啊都睇地圖嘅時候，發都講啊，佢講阿爸譬如馬人家喺後面三面怪妹，哦，佢做個村莊要話喺度三面怪妹啦，佢說睇沙溪洋做地圖嘅要麼嗬，佢講睇清水公園地圖啊做馬嘅，甚至於屯日嘅張進台老師也幾好教，哦。兩年兜起來要啊都每日嘅公園去咩？咁講要三生一甲，咁唔定用去做喏，按泰式用去做營造喏。係啊，一三生一甲按用去做營造，其實有冇嗬？但係啊唔係講用改變槍嘅素材去槍，啊改變用嘅時間係有啦，哦啊，但係而家佢是在做嘅時間有冇？除咗我有一個空架嘅台啊，哦啊有空架嘅台時間有冇呀？有擺有。中山太空高速了，佢人哋地圖嘅一個公園地圖嘅有冇？佢做一個生態調查啦，哦，啊要佢地圖嘅行，講嚟講去有冇講？誒，有咩就做啲戶外教師。哦，戶外教師，哦，本學生誒，做戶外教學，有啲基地啊，就是哦，佢個教學嘅話，啊因為講。也可以睇沙溪都嘅，啊係咪睇同人哋做沙溪嘅結合？哦，啊如果有嗰個東港西保育協會，哦也必須要同人哋哦接觸。而家即個咱曉得寫地方咯，啊有安泰嘅地方咯。係啊，假如都好有人來啊，啊如拜託東港係保育協會啊，因為地多人才幾多啊，啊依邊係頭擺咩必須練出來啊，因為我人才培訓都東港西保育協會做嘅，誒唔係說我係母校用嘅，哦。他都拜託人哋啊，同人哋寫咧嗰個規劃，啊要安泰三十二級台咁容易規劃，安定用嚟做咯。假如東港係曉啲喎，同人哋規劃，甚至係同人哋天王可以討論啦。哦，而咩講講人哋會做唔啲啊，所以我唔曉得做啊，我都規劃起來，咁我哋對戶外教師先做，哦，甚至我問個生態工畫，呢都最省嘅啊，哦。講到仲希望做嘅最多都有擺下到啲工廠啊200萬咯，社區營造亮點計劃，如台公園，而重點係咩？邊個公園？嗰個公園咧是一樣嘅，都有規劃講這種戶外教室啦，做出來，甚至於講生態水溝啦、生態池、些湧泉池啦，嗰度點啊，乜嘅東港西保育協會啊，
同安尼天数也个地度的规划的地度的资源有无，同安尼成就出来。俺来听讲原来迄咩讲，沙溪的村民免有一批地方讲种东西啊，嗰度係咩？定要做啊你？要做也塊係咩？有一個種東西有冇嗬？一種有當初佢係咪也蠻工業？哦，幾下唔成做工業。萬個工業有冇阿樹一樣，全部都係垃圾樹嘅。垃圾樹嘅有冇嗬？等個無價值啊！無價值有冇嗬？老人家都講，哎，呢度樹無價值，唔當機器嘅。嘛個最有價值，當做椰子。哦，椰樹啊！椰樹最有價值。啊，一下中國批咧，係中國批咧，萬個有價值咯，咪個椰樹。嗰時候因為椰樹有全國台灣椰樹，太甜。啊，甚至於還有種乜個反酸。我一下都種以果樹為主。啊，萬人去種咯？嚇？萬人去種咯？村民啊。村民去種。係啊。啊，一定按限可以天數去種哦。一下他跟人哋過上個土地。哦，過上個土地。一隻冇土地人也好，啊，你有土地嘅人還過上。用嚟講咧，一個土地啊，如果你講頭先規劃種樹嘅時陣有冇？也下種河嘅時陣，我除咗種椰樹，椰樹按法，中間係種到插樹嘅，如果咪講桃花心木。哦，桃花心木。啊，伊個種嘅嘛，全部都鬼嘢嘅。啊，入面人哋種好全部都間農做農嘅啊，四天四夜都白切。哦。連種嘅樹種啊都白切。啊，規劃都好種啊，以後種都怪好。啊，有個樹嘅用去一台，講無水無白嘅啊。對啊。譬如講，人哋種好有12年，啊都分年，一年都一期，人家天一年咧，人家天一年天。貴種嘅人。我已經了，我已經了，我已經了，冇嘢冇要緊，本人嘅傾用人。好，即係貴種嘅人向下做一個工人。係，人哋一萬冇工人，都講檢查。係檢查。貴種人嚟做檢查。係，我已經落來第幾，啊唔可以人權利都本人咧，啊都種啊，譬如嗌呀，本土也去，一頭班係一買套出租。出租嗰時，人哋咩本土也去，人哋也去種嘛，種蔬菜。種蔬菜。係，啊椰樹有兩熟頭。有兩熟頭嘅椰樹。嗰時候更加，人哋看到嘅工人都係人對研究以前都開始做到見，能看得到更加成功。係，都對講啊，之前啲羅樹做，伊做兩熟人對伊下開始。觀眾朋友啊，貴種嘅人睇天數做一個工人，冇簡單呢。我相信底下村長還有其他故事要同我哋分享，一定也係幾精彩。我哋底下能過來做嘢嘅，閒些時間我哋無糖曬幾多。曬幾多？誒，要種啊一件出身俾我燒火嘅咩？錯嘅。閒些時都啱嘅啊，啊個太陽歡迎家做嘢可以用。歡迎過來暗鄉風化。頭當我哋同村長講呢，貴種嘅人呢，去地度嘅種樹嘅富裕森林。聽講呢，後來還有其他體驗區，係咪村長？係啊，係。一個樹嘅種好嘅有冇嗬？等我長起來嘛嗬，不如嗰度呢，生態都走出來。所以講火焰蟲啦，螢火蟲，係啊，雕嘅蛤蟆啦，怪都有啊。係哦。哎呀，環境嚟種啊，地度甚至講湧泉、潛水。還有湧泉啊！潛水。喺個潛水入面人哋都喺林邊溪嘅順口嘅。係錯。渡到安尼湧泉出來就青苔館，頭擺嘅。人哋種好有一下白鴿嘅水田。水田。冇澎湖嘅頭擺係冇澎湖嘅時間冇，完全靠呢個公園地度嘅三澤湖咧。你三澤湖咧出來嘅水，都可以供應人哋按到白鴿嘅人嘅天橋嘅水。
哦，但是也个有么吼，明年5月节前，贵重的有咩还贵重的？有咩贵重的？有等我有20度嘅水嘅农民，吼南地有咩出来？哎哟，如果明年的5月节之前要潜水桥嘅。哦，潜水桥诶，有因为潜水桥啦，公园地度诶，潜水会出来桥诶。哦，其实有冇名是讲木水桥有7度诶，木水桥诶。哦，其实也个下后也就高速入落嘅时间。那么讲，明年的前日嘅水桥都有等讲哟，那个水去流嘅时间啦。要将一个奶，要将个潜水缸塞。你前咧有冇水路啊？冇咁多你前咧都個太水，如果太乾咧，嗰種你後來又有體驗區，湧泉。係啲湧泉區啊，有個湧泉有咩都偷到嚟撞嗬，嚟撞開一條橋嘅，嗱你都講撞，都講太尊橋，太尊橋，係要偷到嚟撞嗬，要偷百年43嗰種。其他都係嗰度嘅，萬安槍，家頭都有講到火焰蟲，要特別富裕咩？火焰蟲有冇嗬？其實也冇用嘅特別富裕。我哋有擺嗰個種嘅水生嘅火焰蟲啊，水生螢火蟲啊，有種嘅富裕啊。結果希望冇逆向操作，你都沒意思，沒以前發啲蔬菜啊。應該係講，自然去種一個種好來。清好嘅環境咧，伊即刻都會來，即刻都走出來嘅。只是講火焰蟲嘅環境冇可以簡單，要粗有水，粗有水路。水要強，水要強，萬油咧，絕對冇有農藥。係錯，係有農藥都是養水態。我哋公園是按發電面用上適合地步嘅，冇可以用農藥。哦，不過個火焰蟲一定有。新自然吼，可以強嘅環境啦吼。咁你唔定種嘅都更加像安尼安好啊，民眾不是問一批，也算有遊客會去嘛，你等我帶遊客去咪？之前我哋睇真係在做沙棘養錯時，最高級有1年有12台遊覽車嘅最高級。有遊覽車，我載人客來了。我哋做到地度嘅有冇嗬？你話本年嘅休息區啦，咁啊，我哋做2天嘅有冇嗬？唔俾講我哋100千塊立馬。嗰時候講起來，你哋咧清水公園係最早屏東最早嘅沙棘營造嘅嘅你。應該是第1期嘅啦。第1期嘛嗬。之前我哋捱到問題講乜咁咪沙棘。咁到元老哩嗬。講元老是100萬多啦，唔夠啦，唔夠。經驗啦嗬，經驗都夠多啦嗬。經驗都有啦。嗰唔定後來聽講話要種藥草。地波要種藥草係咪？其實藥草有冇頭擺根本都唔種。錯啦，頭擺。菜都有啊，但是下後有冇嗬？環境改變啦，需要藥草嘅人啊幾多啊？尤其颱風草。颱風草。而沒有颱風草啊，可以做中藥。係做中藥嘅部分叫做頭。嗰時候看到颱風草，第一時間辦嘅麼？連頭邊件種辦。行嚟看好有啲位觀眾朋友可能唔知嗬，乜嘅係颱風草，我同你介紹一下颱風草喎。颱風草咪一種人哋客家民俗植物啦，民俗植物啊，做嘢嘅，但係些時陣人哋無糖曬過多，曬過多，要種嘅一季樹上邊講燒火嘅咩？錯嘅，係些時都啱嘅啊，啊個太陽又係官人家做嘢可以用。佢過去有冇點樣個腿萬年都無糖嘅，看到曬颱風就呀，突出萬年要做嘢，你就話你好文化嘅。看到人曬颱風草都底下有假人可能有嘢做，因為要先頂咧嗬。係啊。咁你後來即係種過到颱風草未？種過到是冇，也個路等我。講颱風草路，人哋去做咁嘅養草時嘛，人哋要分嗰個藥草期嘛嘅時嘛嘅。係錯。有個藥草期都有冇都要颱風草嘛，人哋又種咗嗰種苗嘅。現在前面咯，因為我哋啊野生嘅嗰塊。也冇野生嘅。也冇野生嘅嘛嗬。人哋去種嗰時，以前人會撥苗嘅。撥苗嗰時有冇人哋種，後邊有親戚朋友來有冇？佢哋種，伊講伊就愛好啊，搞到一頭半啊。伊頭有冇嗬？
拿贵，以前个也头路对个也摸也慢嘅，准备要做嘢咧，结果做到像做嘢用嘅啊，哦，按做嘢用嘛吼，过后咯冇用嘅，冇用嘅，去买啊，啊都甚至都上俺哋乡下人来，睇唔做做喺度上送，唔會咩同佢買，但是日後咯錢唔多，冇買做唔得，冇買做唔得就因為我一送人都唔會出去，永遠冇得錢係太唔錯，總咗喺處都會送啊，總咗冇錯。又怕去買人錯咧，佢當然來拖嘅嗬。我做要我也要你去做一個結啲結嘅啦。係錯結嘅係。我即刻做村莊嘅，也要去推送嘢嘅人，唔會說同人去聽讚樣嘅，快看係咪嗬？做一個改變，做同人冇用樣。用嘅冇用樣咯。做嘅沐浴包啊。用沐浴包嘅方式。切嚟一切嚟。挺大的呢，大面，没糊呢，像大面，碎碎的，做乜嘢種啲碎碎咯，睇嚟個好煮，我哋煮嘅成分啊，多嘅成分啊，煮出嚟國家，按頭擺幾咧煮出嚟，煮過久呢，我講嘅啊，叫做煮嘅色啊，佢濃，但是你多煮過久，咁會出嚟邊，炒，嗰時候我哋改做按啲沐浴包，如果按你去送去嘅，咁後來要將有個大蜂巢要種一啲主題館係咪？嘿，有啲大蜂巢主題館有冇嗬？也係樣講咧，佢沙琪洋葱度嘅有冇嗬？咩我一送啊？啊，現在也係一啲機會啦，有可能客戶會去送，送一個客家民俗節目咧，民俗植物，我也要去推一個客家亮點計劃，客家莊嘅亮點圖，看到有一個廣告啊，有一個訊息啦，現在都寫幾百，寫咧，所以我有啲幾百我寫埋個名，啲只按名嘅問題，我都按到頭拿通，而家都多因為屏科大有雙陽嘅社區產業課，佢底部有好幾把東西，不過佢按名嘅時候，隨從人哋我用一個火紅太紅草。所以講用台風草鹽，台風草鹽，佢平科他上課時就全部都有啲，跳上跳嘅，長高塔打，我用嘅個個，萬都見過塔架嘢嘅點話台風草鹽，台風草鹽，我話啊，就叫好，係台風草鹽，做咗一門係即係咩？就個火紅台風草，做到好台風草鹽，我啊，佢是要名嘅寫出來時候，互相眼睛糊，下機嘛都送出去。咁你同哥都要拿到人嘅建議，啊都種一個貨房喺度下，冇遇到迄啦，睇貨房3、4年遇到迄啲啊，厝內房間按多台啲都空空，係，咁利用一下，利用安尼，下機嘛，我做個台風草嘅主題館，咁你台風草唔知家有用喎？唔知我拿來試嘛？萬年我是愛對，萬年他們一三面乖，我一個試，對冇？甚至如果我問他哋拿，因為更加大部分人頭擺嘅是講，歡迎家做嘢嚟能夠試嘛。係啊。更加人養生觀念嗰度嘅時節，一定要咩我拿來試，唔咩搶歡迎家咧嗬。南面人咩可以試？係啊。南面人咩可以試？唔知幹嘛嘅時節我。我要咩要試啊？我試是我對試驗。使用咧，做實驗用，所以我哋拿嚟泡腳、泡溫用，感覺啊，所以我種有啲感覺，講出來，甚至講你寫信，寫溫用嘅感覺，因為有種人太太有寫啊，溫用嘅感覺，你講台灣故意見啊，或者自己感受，好多人寫嘅，下班我哋做台灣話題。有問題，我們名喺頭哪裡發生？所以佢係嚟做實驗啦，喺度拿寫。唔好提講，我做本寫嘅。有啊，因為安尼咩？就快做嘢，係看上流當去寫啊。伊做嘢係唔提看水上去哦。係啊，唔提做咩？因為你浴室有冇睇流當？我們做了下邊也有浴室啦，但是人哋房間看上流，下邊住。明日咧嗬？明日啦。村長，今日嘅台風草，伊是有冇嘅特色？用我頭擺，如果拿來提，本
富人家做嘢的事咯。加入迄个呢，叫啊老前辈的智慧啊。老祖先的智慧，安多错误先，要先到太风草。系啊，用我迄太风草。系啊，也都安尼客家迄种咧吼。咁意思有乜嘅特色咩？講一個太風草喺洗嘅時節有冇吼？喺辦洗好時，感覺命喺樹嘅皮膚啊，會白白啦，嗰陣要加一層皮用嘅。哦。伊個有冇有安尼驅風避寒嘅作用？驅風避寒哦，因為做嘢嘅人清強吹到風啊，哦，人去安尼。我係感覺有冇？等講有個太風草有，唔但想洗嘛，想洗之前蠻可以。可以食哈。係老人家，因為像阿媽，譬如交代阿太太就，我洗之前啉一太碗骨哦，內服又外用，安尼吼效果更好。係，我糖多你睇下咩？我做嘛入面係突出嘢啊。人啉落去冇，安尼毛細孔會擴大。哦。擴大安尼個排汗啊，講裡應外合用啊，講洗都能搶啊。人來係安尼嗬。係，觀眾朋友啊，日太風草呢，千鐵劈，日嘅太風草乾呢，等下還有故事愛講。等下我哋再來請村長來同我哋介紹一下日嘅太風草主題乾。三腿有都合產業。哦。伊暗部我都化整為零。吼，不卡兩三個，有嘅，本來有冇三腿有兩條本來。回來暗鄉風法，頭都講到太風草主題乾，其實呢，佢想第一講一個主題乾對一個社區有乜嘅影響咯？村長，後來有嗰度遊客會來參觀，係咪？係一個社區主題乾有冇嗬？就是地度有冇當太風草嘅嗬種法。種法係對種開始，嗬，一出多一個產品，嗬，買到。用相片，一鋪，用相片，羅布嘅安尼壁紅，像安尼裝啲布內，安尼壁紅，安尼掛圖，掛圖。銀行裏時我會介紹，甚至我火鳳門向你要種一球，要種一球。哦，要種。係要種一球嘅安尼太風草。係。講看到安尼走嘅，因為會帶你出來看下呢。一般係個先帶對眼用看下，也都係太風草。哦，因為有啲人看到安尼，唔知伊都係太風草啊。係，認識伊。有嗰條腳紅冷到啦，唔是講。係，都太風草，有冷到嘅嗬。太風草嘅米絲清香，你一白白嘅下來嗬，嘅米絲都改重咧嗬。係啊係啊，甚至於我們個唔就行一過，因為啲乾過去都塊皮度。哦，咁無糖嘅要曬。嗱，喺無糖嘅曬是貴火房嘅路安尼，甚至隔壁火房嘅皮嘅都。係哦，也真是太風草路真是香咧，嗬。係啊係啊。因為嗰個香味啊，嗬，我本該度嘅呢做過嘢哋食過太風草嘅人啊，嗬，印象改深。因為我有問過，係問過嗰度富人家嗬，你會講到做嘢哋都太風草啊，係講嘅咩事啊，嗬，我比見面到講做嘢哋嘅時節發生嘅事情啊，咁佢唔嘅。參觀呢嗰條富人家，我提嘅分享冇咯。好，講到分享嘅，他講伊是伊咧欣賞，伊咧以下欣，幾度欣賞，見幾多愛喺度欣賞。而邊個每年有用過，係咪蠻有用過嘛？係，有用過啊，也感覺用，哦，伊嘅感覺用個他講嘢感覺，哦，即係我愛食個對愛食個感覺，邊個他講嘢感覺愛綜合到愛啊。嗰個他講幾多愛嘅講到，看到太風草愛每年咧。定個每年做咧揼水，你等嗌佢哋學生嘅樣，嗰度答案會同嗌啊！我每一段經驗分享，嗰時候唔記得嘅，我邊咧嗰度富人家會提幾篇討論，哦，一個都社區營造一個創業嘅精神，我講人來到一個地方，大家有一個共同嘅記憶，還有針對嘅目標，用太風草嘅目標都係。一啲主題啊，嗬，大家人都針對一個睇分享啊、討論啊，嗬。咁你講起來，做一個社區養做路20多年嘅咧，
有诶，有诶。咁你做一路做下來，有乜嘅感想咯？酸甜苦辣全部有啦。一天呢啊，係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咯。個辛苦嘅素材，個辛苦嘅素材。我頭都聽講，貴種台灣人窮下去做，我講也真是冇簡單呢。係啊。也是讓嘅去邀請到一定真實路，太感人窮下來。呢個農業時代，有一年農忙期，屯日嘅辦嘅寒時期，一寒時期有冇嗬？如果我寒嘅，你如果用下班，本人家做8年啦，做嘛，嘢都全部都寒時期。嘢下年時節有冇嗬？會多人會窮下，中國人按多人嚟種樹嘅，也係全部都寒時期。按照個沙期陽初嘅時間，下擺講人哋1年嘅時間有冇？人哋會見到個絕對冇得，尤其像也雜項嘅時間冇辦法做。也係啦，可以拖時間啦。係啊，拖時間，也都人哋困難嘅時間。啊，而面下擺有冇？尤其講機北有時有嗰啲實現啊，實現啊，冇幹做唔得啊。係啊，係啊，係啊，嗰時候也係統一嘅最重要啦。統一嘅嗬，時間最重要。也喺捱狀況有冇人數啊？見來見少啊？恐怖嘅見來見到啊！也係大部分鄉下總體嘅問題啊。係啊，嗰陣時有咩講？有冇係利用沙期陽初，將我哋沙期嘅恐怖嘅一件一件嚟調查出來。去做任務。啊冇都講將我入啲貨房門而起嚟。但係用沙期陽初嚟將啲貨房潛一槍。本人都黑啦，本人黑，人哋嚟做到乜嘅奇妙嘅事情，做到奇妙事情，甚至人哋做啲圖書館嘛，嗰度盡量用啱面來，係咪講可以嚟做嗰啲本人可以知名度打比出來，然後都做一啲 long stay 素材。long stay 咩？唔是長久入去啦，3年嘢係咪做緊農家人咩？嚟潛到天嚟搬做嘛，唔是做過農嘅人啊，你嚟做下農。假如上講看到自家種頭嘅後生人。而家後生嘅大部分都出去攞杯潛頭路，而家後生全部都攞杯，人家都攞杯有冇好？因為而咪家嗰度後生全部攞木下嗰度恐怖嘅，而家又講係一個恐怖嘅要調查出嚟，要呢度恐怖嘅，可以做到，可以容納到人下，甚至人哋用做啲民俗嘅方法，因為頭擺裝要做過，人哋沙期要做過，3台要到合產呢度，而啱部我哋化整為零，下兩三咩唔要嘅，本來有冇3台要兩台本來，每一鐘頭唔會說過年，每台人哋學生嘅要冇嗬，所以時候可以跳，也行也行，甚至天花也打一打，甚至有行錯不卡要，行錯不卡，行錯潛到不卡也要，咁樣佢唔知道做嘅佢嚟，也係佢似咩？咁你未來中央上愛有乜想要做民宿嘛？有想，有想，係。有乜嘅想法？一路等我將狀況撞過好啊，知名度大個可以做啲嘅特色出來。係是想講將狀況有冇好，種到鄉化，規劃，七里香，有啲全部規劃。客人都卡嗰度睇種嘅人嘅想法，玉蘭花啦，含笑啦，含笑係。上個拜一來到那度地方，哎呀，我一來到江上，安尼都好，有安尼美想。唔想愛講用米絲，用米絲來想人。都講我見過一路，也見過也建工村嘅哦，安尼好呢，因為嘅米絲嗰位想人蠻多頭擺嘅事情。係啊，唔種頭擺嘢。因為歡迎家會結花結到頭哪方啊！錯。咁唐講定話有其他 DIY 嘅課程係咪？一個 DIY 有冇？一路看人客啦，而且時間看多少，而時間多嘅時間有冇？我哋可以做植物染唔定要做植物。太豐錯嘅植物。太豐錯嘅植物染。太豐錯要用起嚟時面拍咪全部變白啊！甚至話佢線係咪用到面下都冇色嘅？用呢度釀布，除了釀布，我哋還要做精油。精油哦，唔定要自家做精油。自家做精油。用下嘅技術哦，用曉得哦。學嘅，屏科大學嘅。係屏科大學嘅，嗰時候有自家器材係咪？自家有器材，這個器材是組裝嘅啦。
哎，如用遐年你买遐年热水炉，一路资源回收厂买多，俗俗的头摆买贵贵，哦，也你冇得用的资源回收厂都前面多，哦，还有你的做酒，完了蒸馏桶，热量的煮啊迄个，如等于用遐个热水炉作为蒸汽炉用的，哦，还有用蒸汽去蒸馏遐个，哦，比如大红草啊，或者香茅啊，甚至马来，甚至讲茶树。茶树唔嘅也有，安尼沙琪都有啊。哦，古说唔定沙琪中改到安尼香草类嘅，有按多嘛人讲香茅、台风草、茶树，甚至七里香，呢都全部会香嘅。古说法有咩可以做？法有咩可以做，但是我们有样嘅量。哦，伊係啦，吼，因為法嘅花瓣佢細啦。係啊，按模樣嘅量唔做唔出嚟。你精油進入一些系列。係啊，你一些系列可能。幾百斤誒，能做一些是的。按這個有做誒，有販售嗎？有，我做嘅時候從邊啊啲手工皂。哦，做本手工皂誒，一定係。然後太紅醋係咪？我而家太紅醋精油好，我就做本它。哦。啊，我香茅我就做本，香甚至香茅我是甲做，因為一香茅量夠大。哦，因為它精油量夠大嘛。大係，啊，我如果做，因為這個咧，油我都買冇。防蚊係咪？都防蚊用，試用啦。試用。睇本甲試用嗰度啦，營業嗰少啦。好，咁你講起來，其實一個新北鄉建工村一個沙琪做，其實都創廿4年嚟用嘅咧，可能肯定以安尼20多年來安尼睇，安尼變化。對毛啊都油，甚至講對落毛如果在白個吼，毛當然黑白油啊，冷啊呢，係啊，又高又大啦，會啦。咁呢，肯定以安尼心度嘅感覺咯，有乜嘅希望冇？有進步，看你如果爽快。啊，當然啦，我哋希望咪係信心滿滿啦，咪係再努力就可以啦。咁呢，後生人可以過來。也係講種好嘅時節，吼啊！本日大學生看到，哎呦，搞唔到古來嘅時節上進步。如果我哋一個培養一個自然生態樣嘅，唔將一個環境種好，起源，吼。一定你會唱嘅豐蔭從容嘅，即家你會歸來。係，按歸來都用環境蠻唔好，你看到哎呀，你唔免人哋講種唔敢，甚至講講種你唔敢講嘅事情，吼，當然唔會講。啊，我係講種好嘅，會有嗰個榮譽感。錯，去到台北就話。係喺前邊，江工村，江總嘅，江總，唔定講江總係咪？江總哦，我講話不過太少。你哋後生嘅都會講有榮譽感，如果想去歸來，嚇歸到家鄉嘅，大家人鄉下又可以在有更多人可以做更多嘅事情。觀眾朋友，沙琪揚州唔係唱歌一代人，也算幾個人做都做得嘅。應該係每一代人對自家家鄉關心，發自家力量，讓一個沙琪家鄉更來更好。今日我哋請感謝鍾振雄鍾村長來到節目現場，謝謝你。謝謝麗麗。暗鄉風法，我哋下次見。唐村長講一萬歲嘅時節，就喺台本健康，阿妹看去金山飲茶嘅故事，感受到你對阿妹嘅感情同對過去生活嘅反應。我會想，我哋更加嘅生活，我留伴也係新人呢，用嘅嘢同樣記憶。下擺第二天太夜落嘅，未到頭白夜，唔知我要用嘅嘢心情。